继续关心上新的消息，这是搁有北京中国科技企业，即马轰抓着讲因非法伫咱台湾要污染高科技的人才，其中互美国制裁的中国监控设备的制造商浙江大华，伫咱台湾是偷偷设2个据点，而且搁甲员工的保险保伫人力派遣公司的名下。另外，搁有7间是无经过许可就伫咱台湾设办公室，非法的请研发人员。 本次的同步执行有报请台北、新北、桃园、新竹4个地方的检察署检察官来指挥本局，以侦办8家陆企在台非法从事挖角我高科技人才的案件。 调查局是连续4天，请台北、新北、桃园、甲新竹4大检察官共部来侦办北京中国企业的办公室，伊是非法伫咱台湾的挖高科技的人才，有10个人互叫去审问，了后全拢互移送地检署侦办。